钻头放上去磨一磨，就跟新的一样。以后钻头用钝了，千万别扔掉，就用这种多功能钻头研磨器，它可以打磨2到16的钻头，打磨角度都是设计好的，配合手电钻使用，钻头放上去就可以电动打磨，可以同时打磨2个面，磨好的钻头非常锋利，变废为宝，就不用总买新钻头。终于发明出来了。这就是专门为磨钻头发明的新型钻头研磨神器，双向齿轮同方向运转，内置金刚砂轮，打磨细腻平整又光滑，直接加在电钻上就可以快速使用。不管你是大钻头小钻头，它都可以轻松搞定，真正的做到了一次打磨双面成型的效果，角度标准又锋利，磨出来的个个都是精品，而且使用也非常简单，不需要任何技术。以前钻头用钝了都是直接扔掉，真的太浪费了。现在有这种钻头研磨器，2到16的钻头都可以打磨，角度都是设计好的，把它连接在电钻上，钻头放上去就可以电动打磨，可以同时打磨2个面，打磨好非常锋利，这样就不用总去买新钻头了。